此后2023年2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主内修复关系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50章15节到26节。雅各死了后，约瑟遐兄哥就讲：约瑟若要怨恨咱，一定会照咱以前安怎歹款待伊，甲咱报复。因就拜托人去甲约瑟讲：你老爸伫要死以前有交代讲，恁着甲约瑟安尼讲：以前你的兄哥歹款待你，你着赦免因的过失甲罪恶。但阮是你的老爸的上帝的仆人，求你赦免阮的罪恶。因对约瑟讲这话，约瑟就哭出来。伊的兄哥过来拍伫伊的面前讲：阮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因讲：毋免惊，我哪会当代替上帝？以前恁对我的意念是歹，毋过上帝的意思是好，今仔日才会当有遮济人活着。但恁毋免惊，我会照顾恁甲恁的囝儿。约瑟用仁慈的话安慰因，互因安心。约瑟甲伊的老爸的家眷拢住伫埃及。约瑟食101岁。约瑟有看到以法莲第3代的孙，嘛认玛西的孙玛结的囝做继承人。约瑟对伊的兄弟讲：我搁遮无偌久啦，毋过上帝一定会照顾恁，带恁对遮上去到伊立誓应允要互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咒詛。约瑟讲：上帝一定会照顾恁，恁着将我的骨骸运倒转去迦南地。约瑟死，拄啊101岁，人用香料甲伊抹，将伊囥伫棺木，停伫埃及。以上。伫主内修复关系，人甲人之间常常有真侪摩擦和恩怨，就算是一家人，也因为小可代志引起失和。特别是父母的财产分配无好势，也是土地权益纠纷，造成手足去法院对质相告，实在是人间不幸的代志。轮到今仔日的教会，也常常为着种种原因袂和睦，教会兄姐彼此的关系受拆裂。我相信修复唯一的途径，就是踮伫主彼此饶恕。今仔日是228和平纪念日，过去的伤痛记忆，咱无法度甲抹灭。只有主的话语会互人内心平静。恳求圣神抚慰伤痛的心灵，互台湾人会当踮伫主内彼此饶恕，互类似的惨事袂搁再发生。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，咱需要搁较侪彼此相尊重和接纳，才会当做伙迈向美好的未来。中国必须着放下霸权、反台即款的想法，台湾人民才通
享有真正的和平。雅各死了后，约瑟的兄哥因担心过去所做的恶行会遭受约瑟报复，所以请人转告约瑟讲：恁老爸临终的时有交代因对约瑟讲：你兄哥因有得罪你，求你饶赦因的罪过。伊这个兄哥恳求约瑟赦免因所犯的过错。约瑟听了这个话，就出声大哭。后来，约瑟的兄哥因阁亲自来见讲：阮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因讲：毋免惊，我哪会当代替上帝？以前恁对我的意念是歹，毋过上帝的意思是好。今仔日才会当有遮济人活地。但恁毋免惊，我会照顾恁甲恁的囝儿。约瑟用仁慈的话安慰因，互因安心。约瑟虽然经历过这兄哥的霸凌，互卖去埃及做奴隶，总是约瑟信靠上主，互伊苦尽甘来。即使环境艰难，约瑟却甲患难当作是挑战，积极面对伫埃及的困境。老爸死了后，这兄哥烦恼约瑟的报复。总是约瑟敬畏上主，用听包容兄哥因过去带予伊的痛苦，因为伊相信这一切拢是上主的安排。约瑟甲过去的痛苦经验化作人生的营养剂，成做伊伫艰难生活中的动力，互伤害成做祝福的出口。约瑟用听的行动回应上主对伊奇妙的作为。咱拢需要时常省察家己的内心，用信仰去看待一切无完美的事物。当受到伤害的时，着安怎对禁锢中行出来？多多只有积极面对家己的内心世界，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恳求圣神帮赞，才有办法伫主内彼此修复关系。虽然说是公义怜悯的主，伊点点举十字架，用饶舌的疼回应遐个伤害伊的人。身为基督徒，咱减毋是着学习即款的功课，求主帮助咱，通用仁慈、良善对待遐个伤害过咱的人，互即个社会通因为主的疼变做搁较美好。默想，我捌受到错误对待无？我着安怎甲伤害家己的人修复关系？我捌受到错误对待无？我着安怎甲伤害家己的人修复关系？做伙来祈祷，主爱的主，感谢你教示我安怎实践疼的真谛，求你赦免我的过错甲无诚实的性格，互我搁较侪学习安怎包容和接纳，修复甲人无和睦的关系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